嗨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境深潛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本超實戰嘅讀心書，看穿人心的毒話術。試想像下，你同朋友傾偈嘅時候，佢笑住話冇事啊，但你總覺得唔對路，結果發現佢隱瞞大事。喺職場上，上司個 email 寫得好客氣，但你估唔到佢真實嘅意圖，搞到錯失機會或者踩雷。呢個就係我哋成日遇到嘅痛點，猜唔透人心。每日浪費時間、精力，心碎被騙，關係破裂。有心理研究話，超過60% 人際衝突都係因為誤讀對方意圖。你有冇試過啊？留言話我知啊，你嘅猜人心痛點係咩啊？但唔使擔心，呢一本書就係解藥。作者大衛李柏曼係 FBI 同 CIA 資深嘅顧問，用心理語言學教你，由一句說話、一封 email、一個眼神，即刻看穿人哋真正諗緊乜，想要乜，係乜嘢人。讀完之後，人際關係會上升，避開被騙，職場談判實力大增，信心都返嚟。你唔需要再亂猜，而係真正嘅洞察者。解決方法超簡單，跟住書中嘅語言模式分析，就由今日開始練習啦。呢一本書唔係玄學，而係科學工具，用過一次就會上癮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拆解，記得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呢本書分4大部分：潛意識洩露、謊言偵測、心理分析同埋人格理解。作者用 FBI 真實故事同科學研究，教你讀懂語言背後隱藏嘅信號。大家成日俾表面說話呃到，但學完之後，你可以預測行為，避開風險，利用語言呢一面鏡子反射出真相。第一步，佢哋真正諗緊乜？伴侶話冇事，但其實喺度生緊悶氣，小事變大事，關係日日出問題。學完呢一章，你可以即刻從語言嘅模式睇出真實嘅情緒，自信心爆棚，人際零誤會。書中教你少說多信嘅原則，講得越少，越唔推銷自己嘅立場，就越可能係真威脅或真心話。例如 FBI 審判案例，疑犯答得越簡短，淨係話會，就證明佢真係會行動，因為真話唔需要解釋一大堆。另一招，留意焦慮語言，多用個人代名詞，代表無助。例如，你點解衝我發脾氣，比起你點解發脾氣更加顯得脆弱。多用我想、可能、我覺得呢啲肯定詞，就代表猶疑不安。下次睇 email 嘅時候，如果對方用好多我，少用我們，可能隱藏住私己嘅意圖。肯定詞多就代表情緒受困擾。你都可以試下抄低最近一條信息，數下我同肯定詞，記得留言話我知個結果啊。第二部分，佢哋點樣看待同感覺嘅其他人？你以為朋友支持你，但其實佢妒忌或者睇你唔起。呢一種隱藏嘅敵意，好容易令你團隊合作或者戀愛食虧。呢一章會令你由語言讀出關係地圖，邊個係真正盟友，邊一個係潛在對手，幫你建立更強嘅社交網絡，
生活少走彎路。重點留意代名詞嘅轉換。書中嘅案例，受害犯罪者講述經歷，淨係用我同佢，完全唔用我們，反映咗心理距離好遠。工作嘅案例，員工做報告避開我們，其實喺度劃清界線，預示着背叛。聽人講故事時，如果用負面詞，例如那些人、佢哋，就可能帶住偏見。講自己群體時，避開我們，關係其實已經有破裂。第三部分，近距離接觸同謊言偵測。被騙真係好傷，無論商業詐騙、感情謊言、朋友之間嘅小謊，分唔清楚真假都係會損失慘重，甚至一日被騙10次以上。學完呢一部分，你直接變成人間嘅雷達，談判勝率提升，關係更純粹，懂得保護自己，內心安全感爆棚。書中分步教你由語言嘅細節睇穿謊言，例如過度細節或者迴避直接回答。FBI 訓練原則，真話會有豐富對話同生動嘅細節，真真假假混埋一齊就會講得好模糊。另一個案例，企業家由合夥人嘅 email 見到太多將來會、應該會呢一啲未來式嘅詞語，就知道對方隱瞞緊風險，淨係逃避而家嘅問題。被動語態用得多，例如事情發生咗，而唔係我做咗，就係隱藏責任。否定詞唔、從來唔用得多，就代表焦慮或者隱瞞。下次睇合作提案，收到回覆時，問自己3樣嘢：有冇直接回答？細節生動定係好模糊？未來詞多唔多？有冇被動語態？如果有懷疑，就要即刻提高警覺。你覺得邊一種謊言最難捉摸？留言分享話我知啊。第4部分，心理分析同人格理解。呢度書入邊會教你由語言猜測人格類型。成日遇到難搞嘅人，自戀、焦慮型人格，佢哋嘅行為令你困擾、疲倦，甚至影響你嘅正能量。學完呢一部分，你會懂得人格背後嘅根源，由語言睇出自尊高低、情緒傷口，幫你了解同理人，化解衝突，成為更有智慧嘅溝通高手。書入邊講，人格係語言入邊泄露出來嘅穩定模式，要分暫時情緒同核心嘅特質，觀察頻率、持續時間、強度同情景。以下係常分析嘅人格：焦慮型，語言偏內向，多用個人代名詞表無助，例如你點解衝我發脾氣？多用限定詞，我想、可能，用否定詞，唔、從來唔，轉接詞，但、雖然，顯示猶疑，怕風險，顯露低自尊，成日道歉，自貶詞多，連講話軟化又間接，例如我想你知多啲，唔係直接你應該知，代表需要認同，地位感較低。支配型，自信外向，講話直接，少軟化詞，少圍住我講，多肯定，少肯定詞，講得出做得到。自戀型，講話超肯定，用來補償內心嘅不安，成日講自己嘅成就，忽略人哋，壓力大就怪晒人，語言帶攻擊同控制，成日講我，但全部都係自誇。抑鬱負面型，負面情緒詞多，例如成日講失敗，我都係唔得㗎喇，
個人代名詞多，成日用負面角度嚟講件事，例如呢件事唔可能做成功，而唔係可能成功。喺臨床案例裏邊，作者見到病人成日講我，就分析出童年嘅創傷導致自我吸收，淨係顧住自己，忽略人哋。一群人傾偈嘅時候，邊個成日打斷人，就知有控制欲，這容易起摩擦。我哋嚟總結一下呢本看穿人心嘅讀話術，真係一本寶藏嘅書，能夠看穿人心難測，令生活人際職場全面升級。只要每日練習語言分析，由小事開始，實踐3招。好啦，我哋又講到呢度，大家記住保持正能量啊！我哋下次再見。